你好啊，天父愛你。 Jesus loves you。 每日都係新嘅開始。你預備好同天父一齊踏上今日嘅靈修旅程未啊？而家等我哋用少少嘅時間聽下最愛我哋嘅天父嘅話語啦。約翰一書3章1至3節，16至24節。你看父賜給我們是何等的慈愛，使我們得稱為神的兒女。我們也真是他的兒女。世人所以不認識我們，是因未曾認識他。親愛的弟兄哦，我們現在是神的兒女，將來如何還未顯明。但我們知道，主若顯現，我們必要像他，因為必得見他的真體。凡向他有這指望的，就潔淨自己，像他潔淨一樣。主為我們捨命，我們從此就知道何為愛。我們也當為弟兄捨命。凡有世上財物的，看見弟兄窮乏，卻塞住憐恤的心，愛神的心怎能存在他裏面呢？小子們啊，我們相愛，不要只在言語和舌頭上，總要在行為和誠實上。從此就知道我們是屬真理的，並且我們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穩。我們的心若責備我們，神比我們的心大，一切事沒有不知道的。親愛的弟兄哦，我們的心若不責備我們，就可以向神坦然無懼了，並且我們一切所求的就從他得着，因為我們遵守他的命令，行他所喜悅的事。神的命令就是叫我們信他兒子耶穌基督的名，且照他所賜給我們的命令彼此相愛。遵守神命令的，就住在神裏面，神也住在他裏面。我們所以知道神住在我們裏面，是因他所賜給我們的聖靈。小亞將佢嘅背囊收拾妥當，坐喺窗邊等候。佢急切嘅等待爸爸嘅來臨，但係佢由上晝等到下晝，等到夜晚降臨，佢嘅熱情都逐漸冷卻。佢領悟到爸爸今次又唔會嚟啦。小亞嘅父母離婚，佢渴望可以同爸爸共度一段時光。喺失望之餘，有一個諗法喺佢腦海裏面再次浮現：我一啲都唔重要，爸爸一定唔愛我啦。但係之後小亞認識咗耶穌，佢好似所有接受耶穌為救主嘅人一樣，深刻嘅體會到，雖然父母或者其他人會令到我哋失望，但係我哋有一位愛我哋嘅天父，佢絕對唔會令我哋失望。使徒約翰寫咗一本福音書、3封嘅新約書信同埋啟示錄，佢深深嘅了解到上帝嘅愛係幾咁長闊高深。事實上喺約翰福音21章20節，佢自稱為耶穌最愛嘅那門徒，並認為自己嘅生命因着基督對佢嘅愛而得着改變。喺約翰一書3章1節，佢講到：你們看，父賜給我們的是怎樣的愛，就是讓我們可以稱為上帝的兒女。我們也真是他的兒女。上帝愛世人，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，反得永生。喺經文講到，上帝係咁愛我哋，甚至乎賜下佢嘅愛子耶穌為我哋流血捨命，以致我哋隨時都可以藉着禱告去到佢嘅面前。而且喺希伯來書13章5節，佢應許到：我總不撇下你，也不丟棄你。我哋實在可以喺主嘅愛裏面得享平靜安穩。親愛嘅天父，謝謝你賜俾我哋無比嘅大愛，我哋相信你嘅應許，你絕不會離棄我哋。我哋嘅禱告奉我主耶穌基督得勝之名祈求，阿門。詩歌：天父聽我們的禱告。